點樣激活 Ink Mobile 全球數據漫遊卡？收到 Ink Mobile 全球數據漫遊卡之後，跟住我哋點開 Ink Mobile 官網，正式開始我哋嘅激活步驟。首先，我哋點擊首頁上方嘅激活 SIM 卡嘅橙色按鈕，跳轉至激活頁面後，將剛才漫遊卡背面嘅數字輸入喺呢個方框入面，注意唔包含結尾嘅1。輸入完成後，點擊下方嘅驗證按鈕，喺你嘅物流郵件入面揾到你漫遊卡嘅激活碼，填入呢個頁面入面，然後點擊下一步，確認你嘅套餐信息無誤後，如實填寫下方空格內嘅信息。呢度展示示例內容，請你以自己嘅實際情況為準。然後你需要填寫以下內容，用以同步冊一個 Ink Mobile 賬戶。同步冊賬戶係同步冊一個可以登錄官網查詢套餐信息或賬單信息嘅賬戶。後續登錄時，用戶名即為登錄賬號，喺呢度設置嘅密碼即為登錄密碼。呢度輸入示例內容，請你以你嘅實際情況為準。確認你嘅所有信息輸入無誤後，點擊頁面最下方嘅確認激活按鈕，即可提交激活申請，等待激活成功嘅郵件發送至你嘅郵箱。當你收到呢封郵件嘅時候，就代表你已經激活成功咗。返到 Ink Mobile 官網，點擊頁面上方嘅個人中心，點擊賬戶信息，選擇全球數據卡，填寫你嘅用戶名同登錄密碼，點擊登錄，即可登錄賬戶。請注意，此卡插入手機後唔得直接使用，你需要先到手機設置頁面揾到網絡設置，點擊此全球漫遊卡，打開數據漫遊節，到達目的地後就可以使用此全球數據漫遊卡了。想了解更多有關 Ink Mobile 嘅使用教程，可以移步我哋嘅主頁觀睇。